现在开始，听我的。是。娘娘。快看，皇后娘娘中箭了。是。照顾好皇上。鞑子无耻，暗箭伤人！皇后娘娘中箭了，杀呀！杀光了这些鞑子，为皇后娘娘报仇！杀呀！杀呀！快，护送皇上和娘娘速回将军府。怎么样了？娘娘，皇上虽未伤及要害之处，但剑尖离脏腑仅有2寸，只能在剑拔出之后，方可知道皇上能否安然无恙。你这是废话！别为难他了。你醒了？都下去吧，我有话要和皇后娘娘说。是。方才我虽是昏迷着，但意识还算清醒。鹏鹏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别担心我了，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方才在城墙上，达子问我是要留下江氏，还是要守城。我犹豫了。我并非对江氏还有情，只是不忍心他的生命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解释这些？你所做的一切我都明白。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只是很少表达出来。只可惜，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。鹏鹏，我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自己清楚。怕是一会儿拔了剑，一切都要看造化。你别胡说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赵王的援军很快就要到了，我若身死，没有他护着你退往泾阳，再召回杨玉等人，紧闭关门，以防鞑子反扑，然后密不发丧，让赵王护送你回圣都，扶浩儿登基。你听清楚了吗？你可听明白了？你说什么我都听不明白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不懂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记不住。我只要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的和我一起回圣都。城墙之上，你已经证明了我没有看错人。你很冷静，我知道，就算我活不过去了，你也能带着浩儿好好的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，我再也不想坚强了。我要你活着。别哭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你下去，让太医进来拔剑了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拔剑！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干什么？我不走，放开我！走吧，娘娘。放开我！
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走吧，娘娘。我不要分开，医生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医生，放开，医生，我爱你。丝绫罗缠绕着丝枷锁，金装医生，与我。医生，似雪花飞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爱若能猜破，终究是寂寞。忘却了前因后果，苦守的执着，虚晃的一诺，空耗着青春虚脱。这是缠绕着丝枷锁，金钟雨过，似雪花飞着坠落，美丽啊，相思而活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轮回中错过，被遗忘的人是我，熟悉的轮廓，泪眼中斑驳。机长，机长。别人中箭，成箭的人没晕，倒是外面担心的人先晕了。鹏鹏，赵王回来了，平宁解围了。太好了，你昨夜喊的那3个字，那么大声。你爱我这件事，想必整个将军府的人都知道。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。那你呢？鹏鹏，我心悦你。别给我整这文的。我要你说，我爱你。鹏鹏，我爱你。